再来看台中哦，有民众报名旅行社以色列旅行团，因为中东冲突想要退掉，所获业者拒绝。民众是开记者会指控，关公署是表示讲，业者无甲民众签定型化的契约，嘛搁去禁止退掉，这拢违法咯，会来展开调查。 3位民众控诉一间旅行社去年8月招揽以色列旅游团，因承揽2万块定金，原本预计今年6月出发，但是以色列甲周边国家陆续发生冲突。外交部去年10月调升旅游警示定号为伽马色，想要退订，却去业者拒绝。以后如果比较平静、安稳、安全的状况之下再去，那现在我们就是意思表示，就是这一次全部都不要去这样啊，因为人身安全最重要嘛。民众指控目前已经知影有13个人入订。当初是旅行社只提供一张收据，无签订定型化契约，佮较含的是事后查证。这间旅行社2020年就向废照，去年9月甲业者协商无结果，了后就拢闪避无见面。关公署是表示，旅行社废照行政处分目前当伫咧最高行政法院上诉审理当中，依法有缘会使继续揽客，但是无签订定型化契约，禁止退订，拢已经明显违法。召开协调会，业者也拢未出席，会展开调查。本来它是合法旅行社，我们就讲合法旅行社，你本来旅客就可以因为旅客的关系要退订，本来就是可以这样，所以它本来我们视为它是可以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话，它也应该要退订。 他不能不退订，有危害旅客安全的风险存在，这时候旅客仍然可以主张解约退款。旅行业者除了扣除必要费用之外，如果双方的旅游契约有约定补偿约款的话，业者还可以主张旅游费用5%以下的补偿金。 打电话予业者无回应，关公署表示，旅行社目前只有15万块的保证金，早就已经去予品保协会出回，无履约保证，后续会使采取1万至5万块。台中市法制局是强调，旅游地点有危害旅客安全风险的时阵，会使主张解约退款，保障金额上限袂使超过旅游费用的5%。消费者会使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诉。记者台中报道。